各位观众朋友，搞早欢迎收看8月23公司大具大早起新闻，我是陈富宪。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风台消息。风台8位行真紧，咱台湾已经脱离暴风圈。昨暗11点半，气象局就解除海上警报。不过，风台引进的西南气流会继续影响未来一礼拜的天气，尤其是中南部要特别注意。今年西北太平洋上第8号台风8位台风目前正在远离当中，所以台湾北部海面以及东北部海面已经脱离它的暴风圈。气象局在刚刚11点半的时候，已经解除8位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气象局昨暗11点半解除8位风台的海上风台警报，掩谷伊的强度抑阁伫咧增强，向朝鲜半岛方向线震动。虽然风台离开，掩谷爱注意伊外围环流的影响。昨伫金门母苏外海就一只中国客船冰船，海巡队急救，要让船顶2个人是中国迄边甲救起来。在现场有发现那个救生筏，那都没有发现任何的落海人员，那有稍微轻有的油花在海上。气象局讲，虽然风台已经走啊，不过台湾这一礼拜会受到风台所带来西南风水气影响，特别是中南部雨会落到2倍。随着整个台风逐渐的北上，这一块在南海附近的不稳定的区域会影响到台湾地区，所以未来1周，台湾附近的西南风会逐渐的增强。我们预估在中南部地区都会出现下雨的现象，甚至不排除会有局部性的大雨，甚至豪雨发生。今仔日全台湾的天气拢无稳定，西半部爱注意大雨。宜兰地区是受到风台外围环流沉降影响，温度可能会升到36度。记者综合报道。昨昏国内增加一人对墨西哥带病入境，现时武汉肺炎病例计共是487例。针对中华卫生局扩大台检居家检疫者，但市长回应，以1个到打到厝检疫的25万人来算，经费着开8亿外，那大批假阴性患者进入社区传播，颠倒会害医疗系统崩盘。国内阁新增加一个武汉肺炎境外移入病例，个案是20外岁女性，今年已经到墨西哥工作。7个中陆续出现吐、落屎、头壳痛、喘气、胸坎痛这症状。因为当地得到轻症，无到采检，经过公司安排，在8月19回国。入境时在机场主动通报采检，离一直确诊。回来的时候，他大概相关的装备防护都有把它做好。那回来的时候，当然有在机场就有做这样的报告，所以采检那确诊。而中华县卫生局超前准备，对着无症状伫厝检疫的人进行检查，予政府单位调查，引来外界批评。加做система嘛，有啥物唔对咧？对此，陈市长说明，并且以今年1月以来入境伫厝检疫的人25万人来估算，若是全数检查，盛行率0.2%，会检查出500个检查个案，验过试剂敏感度可能有误差，会有50个假阴性，伫社区拍走，就造成社区的传播。让我也是真的是忧心忡忡了，就是检验阴性就安心了，那家人也放心了，听起来很好，可是它就是一个防疫的大破口。那安尼全部检查也造成假阳性患者增加，到时这12000多名假阳性的人全数收伫在户隔离病房，也造成医疗方面无法度负担。医疗占满，然后再爆出新的真的需要的时候。那整个医疗就开始崩溃，医疗一旦这条线崩溃了，社区传播就开始了。但市长用了8点钟用手帮说明全部检查的优缺点，并且强调加做全部检查要加开8亿外，而且大量的假阳性会浪费医疗资源，增加病院内底感染风险。港班机旅客、机组员也受到无必要的特殊检疫，互航空业就按停起来无得运作，台湾也可能真侪孤独。记者综合报道。即马阁有中华民众亚康讲，董事会局到厝检疫期间有接到卫生局的电话，通知去采检。阁讲若拒绝以后就要自费，亲像是推销。另外，国民党考虑接近的14县市进行入境总体检，不过那样首长有无同的意见。中华县卫生局对无正常伫厝检疫的人进行检查，引发中央地方防疫无共调争议。卫福部长陈时中也予政府单位介入调查，已经有不少民众讲捌接到卫生局电话，而即阵已有民众提供甲中华卫生局人员的通话记录。如果我拒绝的这次的采检的话，那他
就是之后就要自费这样子。因为我们如果说这一次婉拒的话，那我们之后就不会另行再通知。民众当时也质疑是毋是只有彰化县安尼做，卫生局另外也强调，若是即摆拒绝，以后就要自费。对着彰化县的检查争议，团出国民党中央认为，防疫假做并无毋对，应该爱联合14个国民党执政县市斗阵来做，入境全部检查。毋过国民党县市首长有无同的看法？我特别提出来的日境筛检再加居家检疫，也希望中央能够知道地方确实有这个需求性。地方政府应该尽量的来配合中央的防疫大原则。那同时，另外一方面，中央对于地方要多做一点，也应该给予肯定。而彰化县卫生局长叶干平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记者会了后，也出面对陈时中部长对着入境的人检查的说明，也对全部检查的数字分析拢表示认同。指挥中心对于这些入境者筛检的一个说明，其实是很全面。而且完整考量到很多全国性的一些层面跟因素哈，那我想我们跟大多数国人一样都能够体会、能够了解。叶干平也表示，彰化县即阵已经停止对无正宗特殊检疫对象检查，李家大大讲为行医合作的万人血清抗体调查进行团出检查出千分之2是阳性。叶干平讲，25个记者会会向外界公布相关内容。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仔日的报纸消息。先来看到的是联合报，但市长认为，若针对入境者总体检，毋若会加开8月外，恐惊因为检验侦查指数为阴性患者进入社区传播，牵累医疗量能。对此，杨志良、叶金川两位前卫生署长质疑，日本、泰国、德国拢实施入境体检，敢讲这个国家是箭头。再来看到的是自由时报，前总统马英九批评总统蔡英文唔信任9二共识，造成国家安全危机。蔡英文回应强调国家领导领导务实，唔通认为特牛主权对中国抱抱塔塔，对民主自由极就当换来和平。再来看到的是《苹果日报》，因为中国硬渡香港国安法，美国制裁11位中国甲香港官员，目前人伫咧英国嘅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且配合英国外交大臣拉布要求英国制裁中国甲香港官员，已经有20位英国各党派议员联署支持。早暗嘉义市一间长照中心传出意外，一个翁婿去探视看守，却要吓破单甲某翕死，佮灌强酸甲某硬灌，嘉义也啉落来阻挡的工作人员甲住民也好破掉，造成4个人受伤。目前翁仔某2人伤势严重，要咧急救观察。嘉义市这间长照中心的大门关暗暗，出入拢爱管制。因为伫日暗，机构内面发生家属敢若想要甲住民做阵自杀的不幸意外。有一位60几岁姓范的老先生去中心看伊的看守，突然间摕床单要甲伊的看守翕死。工作人员发现了解动，要伊个摕一罐敢若是强酸，灌咧伊的看守的嘴，家己也啉。那我们救护人员到达现场以后，发现这一名年约60岁的一个老先生那他是趴卧在他妻子的旁边的。那我们到达以后发现他的意识已经模糊了，那表情有点痛苦。这对翁仔某因为啉强酸伤势真严重，即马还佫伫咧病院观察。现场还佫一位80几岁住民脚互强酸喷着，还佫一位40几岁外籍女照护员也互强酸喷着面，好佳在拢无性命危险。这场意外总共造成4个人受伤，受害家属接到通知赶来现场了解。会不会觉得最安全的地方现在变得这么危险？会不会觉得很夸张？会不会担心家人的安危？发生这种代志，互大家更关心长照中心的安全问题。对这件代志，照护中心甲相关家属拢正低调，无愿意交谈。详细环境是由警方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一个家长投诉，伊的囡仔交互凤山一间幼儿园带，却互老师念喙泡，佮甲揪头章才会歹行，弄走互监视器录落来。现时教育局已经介入调查。监
监视器画面下边看到这个囡仔先互念喙皮，所来互揪头送，了后要老师揪手骨。等到这个囡仔搁再转来到监视器所翕到的范围内底时，伊才望到面伫咧哭。爸母看到画面真生气，投诉这间位置高雄凤山的幼儿园。问过老师，在班级上面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就有去抓小朋友，但是至于事情的发生的经过等等的，要了解说他为什么教保服务人员要做这个动作，是在做管教还是做什么样的行为，我们要厘清。教育局伫日暗时接到家长投诉，22早起前来幼儿园负责人说明状况。幼儿园讲也无清楚监视器影片的内容，进前也无处理过这款的争议。而老师过去伫幼儿园内底也无管教不当的情形。当天有跟园方联络，那这个部分就我所知，我当天晚上已经有跟家长有做联系了。我觉得聊得还蛮开心的，但是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但是我觉得礼拜一的时候有进一步的说明，相信家长能够更了解整个状况。教育局讲，接到投诉了后，已经要求幼儿园提供监视器画面，预计下礼拜一会派人到幼儿园去调查代志的经过。若是确实有违反幼儿教育甲照顾法的状况，会依照违反程度通知幼儿园做改善，也是依法处理。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刑事大队接到线报，有人伫台南新营附近利用果子园暗号偷进大麻，经过2个日来收集证据，总算破案，以毒品危害防制条例甲嫌犯移送法办。一大片的园仔，若无真少看，得叫是内底只是种种花草，还是水果，想袂到内底竟然都有种2级的毒品大麻。高雄市刑事大队接到线报，伫台南新营有嫌犯竟然利用果子园做掩护，伫内底种大麻。所以他们是利用大麻活株的这个分株的方式那将这个大麻分株到数棵，那再以1变多的方式来栽种培育。那目前专案小组正针对大麻种子的来源以及大麻活株的这个流向来做一个深入的追查。嫌犯伫果子园内底种大麻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高雄市刑事大队经过2个月的调查，21号甲台南市的警察联手侦破这个案件，伫嫌犯住的所在敲出大麻15丛，大麻种子甲肥料等设备甲工具。大麻是属于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列管第2级的毒品。无论是运输、制造、栽种，都是相当重的法定刑，所以这边也呼吁民众不要以身试法。目前专案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市刑事大队嘛呼吁，食大麻会产生被害肖像、侧甲顶盖长的症状，嘛会造成记忆、生殖力减退等危害。希望民众为着健康，千万爱远离毒品。记者陈焕武、陈显坤高雄报道。当世界天气反常，美国加州白高温火烧堡烧袂煞，造成6个人死亡，所开超过17万人。世界上大片的巴西潘特纳南地也大火烧，巴西南部煞因为南极的冷气团到地咧落大雪。天气烧热，伫美国加州引发超过数百场的野火，其中旧金山南部甲东部的森林大火上严重，高温加上超过12000个累积，部分野火规模比之前增加1倍，和175000人爱撤离家园。当地政府嘛动员将近12000消防员加入拍火。During this time period, there have been more than 560 new wildfires, most of which may have been contained due to aggressive firefighting. Those fires have burned over 771,000 acres in total. 这个森林大火已经让消防员甲民众6个人牺牲，各有43名消防员甲民众受伤，烧掉超过500栋的厝甲建筑，面积超过美国罗德岛州，差不多是超过12.5个台北市。和加州州政府向加拿大、澳洲各其他州政府救援。We now are engaged formally with mutual aid from 10 different states. We've been on the phone with governors all throughout the United States, not just the western states, trying to reach out as far as the East Coast to see if we can get resources here into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除了加州西班牙因为气温升到超过40度，拉帕尔马岛日引发立即的森林大火，当地政府紧急成立指挥中心，努力控制灾情。也不过到台湾时间22个钟头为止，大火也未得到控制，居民嘛互紧急疏散。
第巴西的全球上大淡地潘特纳尔淡地，真正发生过去20年以来上严重的野火，互当局派军队到当地控制火势。中途阁发现了一只互烧着的美洲豹，紧急甲伊救出来送去治疗。同一时阵，巴西南部煞受到连续冷气团袭击，山区出现了零下8.6度的低温，阁开始落雪。其中中西部的马托格罗索州3天内底的气温为41度降到91度，不过这款低温依然无法度解决潘特纳尔淡地野火拖烧。记者林世东整理报道。镜头转来，咱国内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按算9月开幕，昨昏举办表演进行压力测试。不过在地民众表示，爱先解决附近歹停车的问题。对此，台北市政府讲会成立应变中心来监控交通。外口真侪民众伫排队等要入场欣赏演唱会。台北流行音乐中心9月1日盛大开幕，主题馆日日进行压力测试演出，甲台北小巨蛋演坐1万外人比较。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定位在中间规模的表演场所，演坐5000人左右。加一个表演的舞台，民众也真期待这个舞台成功效果。希望多一些店家，让就是来这边看演唱会的消费者们更能带动一些商机。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位在捷运南港站甲昆阳站中间，袂少人会坐大众运输才去行过去。对着若是要停车的民众，只有500个机车停车位，200个汽车停车位。当地民众烦恼，这阵停车价已经拢无够，呼吁政府要有配套的做法。比如说学校，还是说有一些地方可以多开放一些停车格、停车位的话，那当然是最好。南港在这个有个 CityLink， 那其实下面还有台铁的停车场，那其实有将近1000席的停车位。那如果民众开车过来的话，可以停在那个南港捷运站那个地下停车场。为了避免噪音干扰附近住户生活，进前已经进行上大声的测试，强调会影响住户安宁。另外，演唱会会有真侪人甲车，台北市府特别成立应变中心，监控周边的交通状况，后续会将数字提供予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当作营运参考。市府有价这表演厅一年营收会达到7000万。金曲奖颁奖典礼今年竟也是来到这举行。记者综合报道。客委会推出的客庄馆，简单14万人抽到，最民众摕客庄馆出门旅游去食客家好料理。有店头家讲，客庄馆确实对生理有帮助，一日差不多会当收到100张。头家切客家咸猪肉的手毋捌停过，另外一边饮料店店员也是无用的低饮料，新竹北部老街最近出现大批水果游客，其中有真侪人拢是摕着客庄券来消费，有的店家一天落来就收到900张的客庄券，比平常时增加真侪收入，毛头家笑甲真欢喜。相对的，在客人在走入客庄的意愿上面来讲，就一定会增加。然后在购买力来讲的话，消费的意愿跟量啊，都会有明显就是比较多一点。一天我们就收了超100箱，然后就有多赚了1万块，所以效果跟我们的业绩拉起来很多。这是一定会的吧，因为就是要想办法花掉那800块客家券，一定会来就是有客家的地方来逛一下买东西。店家表示，其实这款客庄电子旅游券，去年底也有杀过，不过当时可能宣传无够的关系，所以效果有限。今年的状况好真多。去年是大概一个人可以大概600块，那今年是一个人可以800块。去年名额大概10万人吧，那我觉得今年的效果会比较好。客庄券为8月1号开始上路，民众把握机会，把手内底8张100块的客庄券暗算好好使用，也带动全台在野县市客家区域业绩大成长。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社福团体顶半当受疫情影响，募款大减少，庇护工厂的生理也是几那成。中秋就要到啊，新北市府斗3天提供400份50块的抵用券，望民众来做爱心。手工做的香烛，各种的天然水果干，全由爱望基金会庇护工厂60岁学员亲自制作。土城工坊厂长张维如表示，就半年受疫情影响，食品业绩落4-5成，手工做因为防疫并洗手落2-3成。希望越来越进步，然后我们的平均的薪资也希望每一年都是逐步调整。所以我如果要调整，但我
收入没有增加，我势必今年的状况盈余没有那么多。修理检捐款变少，卖讲学员能力提升，也是产品多元化。张队长讲，社会团体较袂晓行销，防疫新生活了后，第一个重要节日五一节销售不如预期。好像没有直接管道了哈，但是像这种机会就是一个管道。后一个大节日中秋节特别到，新北再次请来主持人黄主教为庇护工厂代言，因为顶摆黄主教推的2个产品全部卖了了。我跟我的经纪人也在选购中秋的送年，每年大概有20万的预算，今年这20万绝对是花在新北庇护工厂，全部分配在各大庇护工厂。主教领先向见公司今年中秋礼全部拢是新北庇护工厂的产品，加上现场增加400份50块平价的抵用券的刺激。社会团体认为这场展售会效果袂歹，5万个部门会当多办理协助拓展甲销售。记者综合报道。罕见疾病威廉斯氏症的地区患者发展低温，可能骨头、筋脉发育。目前台湾大约有180位的朋友，但患者甲家属成立协会，互相扶持，最好照顾。徛伫入口招待来宾发刊物，今年28岁郭尚华得威廉斯氏症，认知的能力无法度顺利发展，但伊完全无青分，对人真热情。辛苦了。甲妈妈揽做伙李慕辰嘛是朋友，知影后生得到的是罕见疾病时阵，妈妈嘛无法度接受，问讲怎样会发生伫家己身上，但后来无放弃加强训练，互囡仔无力的上手，即马嘛会当来磨咖啡，学着专长。但妈妈讲一路行来是非常艰苦。要先把生豆挑干净为止，才可以拿去烘完才可以泡。这样真的是跌跌撞撞，因为我们完全没有资讯，完全是靠自己摸索。无希望朋友甲家属求助无门，有家属发起成立协会，由听力真好、有音乐天分的朋友演出。理事长陈国伟讲。朋友大汉了后会面对着就业问题，但现有高中的训练了后洗车、清洁、农业甲烘物件4种选择，并无适合朋友。也许我们可以针对这些孩子开设一个音乐的一个类科，让他们去发挥他们的所长，而不是放弃他原本的所长。威廉斯氏症是第7对染色体近端确损造成的疾病，出事了后，较会有心脏、气部甲血管伤矮的问题，嘛有可能有轻度到中度的智能障碍、手部无力量。国内朋友目前大约有180人，因出事了后要一直复健甲看医生。家属讲，得这个病是一场看袂到终点的越野马拉松。记者林俊平要做台北报道。花莲凤林到社区的咱人7个时举办别季夜行活动来加贵加怪。今年因应疫情，第改用手机App 实景软体来推广在地客家的文化。为了增加农历7月应该有的气氛，花莲在地学生特别打扮成各种鬼怪，随机美伫顺波路上会表家出来惊人。也毋过伫几月打扮成安尼，敢讲家己袂惊？以前的印象是鬼就是可怕的东西，鬼其实是一个很友善的人。我觉得很酷，很好玩，可以了解更多客家的文化。这是花莲凤林镇北林社区当年农历7月举行的百鬼夜行活动，大家会打扮成鬼怪游行，真趣味。因为今年受到疫情影响，活动头一摆改做用手机 App 实景软体，将在地信用的八公标带入顺波范围，并且设计问答予游客体验在地客家文化。我们是利用这个已经有现成的 APP， 然后汇入一些北林就是这边的历史或这边的文化。然后分别3个点都会有5个题目，总共是15个题目这样子。我觉得就是透过这样子有趣的活动，然后还可以结合就是当地的一些特色，那这样是非常有意义的。北林社区强调，以往百鬼夜行拢会有2000多人参加，也毋过今日人数已经降到400多人。虽然无奈，也毋过伫后疫情时代，以 App 来推广在地文书教育也是真趣味。记者综合报道。最后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预报。北部地区26度到34度，中部地区26度到34度，
南部地区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25度到35度，外岛地区27度到34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虎兴，咱再会。春美歌剧团又搁来咯！这届过春美是扮演一个庄头医生馆的医生，一个开心馆的手术，唔但探讨兄弟的感情，搁有同性甲异性之间各种感情的温温怨怨。你一定毋捌看过结合医学甲传统歌戏的戏剧，宝岛大舞台变心等你来。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化先。咱今仔日要紹介的這句是定定的，互人誤會是熱天的處暑。處暑漢字寫作處暑，羅馬字寫作此有處，斯有暑。處第三調，暑第二調。这季行到处暑，就算是秋天。不过这时的天气要是定定的热甲挡袂牢，咱就会讲这是秋后热。古早人讲处暑拍死鸟鼠，就是形容这时雨水较少，空气较干燥。这段时间人定会伤热伤干，身体欠水分。产生无舒适的症头，中医就把这叫做秋燥。处暑的来啊，真把水当好食，夹一喙，迄甜甜的汁就随走出来。哦，镇扫、化痰、清热、解毒，有效。这个季节鱼啊真侪款，家人的渔船啊，拢会伫暗时出海钓小竿啊。喺海面吼，渔船啊满满是，逐只船啊点电火，要甲小竿啊乘过来的画面，真正有水。若是用农历去看，7月时拄着处暑，这时真够风台，所以古早人讲6月久，7月风台舞，嘛讲6月风台，7月水灾。大家爱随时注意气象变化哦。六、处暑、秋后热、秋燥、把水、小竿仔、处暑拍死鸟鼠、6月久，7月风台舞。6月风台，7月水灾。处暑伫秋天，要是小风热翕翕，所以无代志就加啉茶。今仔日的逐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
公司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